喂，你冇睇錯啊！日本首間海外室內運動樂園 JP 超動感世界嚟咗香港啦！旗艦店仲有足足5層咁高，成3萬尺咁大㗎。第一站必衝未來運動館，佢係將創新嘅科技同埋運動玩到極致啊！有魷魚遊戲同款嘅1、2、3紅綠燈，超緊張嘅 MR 熔岩 game， 仲要可以揀單人或者雙人對戰。仲有騎馬、球類等遊戲，2樓仲正啊，係超音鼠嘅競技場，大人細路都玩到勁癲啊！除咗田徑競技，仲有唔同超音鼠嘅遊戲。最後去忍者道場練下身手，有唔同嘅飛鏢遊戲啊！我本身以為自己5000幾分已經好勁啦，點知睇下個榜，人哋係玩到幾萬分㗎。呢度咁多 game，你最想挑戰邊個呢？快啲留言 game， 我即刻 send 詳細嘅地址俾你。想知道更多好去處，記得 follow 我艾琪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